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堡垒，是我的上帝，我信靠你。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弟兄姐妹平安，平安。从座位上起立，我们来跟5位弟兄姐妹说，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因为他是叫我们抬起头的神，有他们必不动摇。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必不致缺乏。
耶稣，求主耶稣你再次降临，用你的圣灵来点燃我们祷告的心。那我们等下祷告会，主耶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求主耶稣就倾听我们的祷告。那我们等下祷告会能够是一个美好的祭献上在你面前。谢谢主耶稣，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靠圣名祈求，阿门。请坐。今仔日是台山区的祷告见证会所以我大部分拢用台语啦，因为是台语的区嘛，对对吼，我说安尼未开始见证以前呢，我来分享一个信息一个信息的分享。我是感觉讲，既然就是小组的祷告会、小组的祈祷会呢，我就是分享。这个小组咱先来我来读一节的圣经这是和合本的圣经我用台语来读。两个人总比一个人较好，因为两个人的劳碌当得水的果效。若是跋倒，这个人会当扶起伊的谈判；若是孤身跋倒，无别人扶伊起来，这个人就有灾祸。三个月合成的锁无容易踹断。这记载伫传道书的4章到12节。好，咱今仔的主题就是讲为什么有小组？未讲以前呢，我来讲一个目前上界行的，就是讲咱定定看到股票啦，起落落真悬4万点这个是安那？这个是 AI 嘛即马咧，大家拢咧利用讲 AI， 但是 AI 有甲咱电脑教的预测讲，台湾基督电脑教的未来人数，伫台湾的整体的少子化人口老化预估啦，人数会哪少这是一个 AI 的预测啦。我之前有听起一个印度的老牧师，真老的牧师伊伫一个演讲的中间，伊甲在座的牧师和长老讲，伊讲教会要成长有3项代志，就会当互教会成长。第一，你若去看重福音，无传福音，怎样会当成长？当然，咱基督徒的大使命就是爱传福音。第二，较少人知影，恁爱去看重善良人，用福音去满足善良人，用福音去照顾弱势，这牧师真关心善良人来，伊咧讲第三这款可能真少人知影。伊讲，恁爱去含迄个异象。信念相共的人做伙和信念异象的人做伙，安尼这3项是来成长，讲教会要安怎成长。但是我个人感觉讲，教会的成长其实无一定讲住的人数一定爱济不要先要求大，但是我个人认为先要求要追求什么？美水，这是教会的重点。伊再拢爱讲这个教会的偌济，其实先水来讲较来济。这个信念，我觉得这是我的想法了。先追求每一个人的生命得到转化转变安尼来讲，自然这个教会就会更健康。教人教会。已经是得到上帝的恩典61年这是甲咱小组有绝对的关系。因为咱的小组你长老教会应该是讲推行真早的教会，所以这个小组的根真在所以小组有重要无？真重要，对不？真重要。但是上帝呢，爱咱呢爱咱的行天路，总是呢，伊是毋是甲咱一个人行呢？绝对毋是。
伊一定是爱较侪人做伙来行这个天路。所以小组呢，虽然是一群人做伙，伊毋是一个空间，伊是一个群体，伊是一个群体。所以讲，这个小组的塑造一定是爱2个人以上，就是咧讲要荣耀天路呢，就是这个小组。上帝呢，爱咱行天路。我相信上帝爱咱行天路，伊毋是一个空间，伊是一个群体。上帝无爱咱一个人行天路，伊呼召咱要行得救得胜荣耀的天路。为什么爱小组？这个小组本身呢，毋是一个人会当陪我完成的。最主要是伊需要关系。人啊，跋倒有困难，挫折的时阵，有人提醒，有人来陪伴。所以呢，上帝设计教会有伊的道理，但是真可惜，真侪教会是无小组。真侪教会到这么长老教会嘛，真侪教会无小组，但是复兴的教会，伊一定有小组，有健康的小组。如果也无小组，这间教会一定袂大。所以基督徒的信仰塑造，毋是设计一个人来完成的。伊的信仰是本来就是靠关系，靠做伙的关系，有人来提醒，有人来陪伴。所以圣经咧讲教会真济时，咱看个圣经咧讲教会真济时嘅中间，含咱即马咧讲的无共。伊毋是咧讲制度，伊毋是咧讲组织，伊嘛毋是咧讲架构。教会是啥物？教会最主要是啥物会？教会最主要是啥？耶稣基督的身躯。那身躯是啥物？耶稣讲，教会是身躯，一定有耶稣的意涵。我相信咱知咱的身躯的具体无一个是假啦，是毋是？无一个是假啦。咱常常知影讲咱的目睭、咱的喙鼻好，咱来讲一个基本的，咱的目牌。目牌啥物作用？咱的流汗。这个目牌挡掉的，所以立志长老定来讲，我的目牌有够水，会当挡足侪汗。所以每一个机体拢是有伊的作用，袂当单独来存在。目睭绝对袂使讲我家己看就好，脚袂当讲我家己行就好。人离开连结的机体，根本无法度健康来活。所以神非常在乎一件事情在信仰的道路，不可能一个人走，独行侠。新约圣经内面讲到彼此相照，讲60届，彼此的关系。耶稣讲教会是身躯，你讲彼此，提醒咱信仰需要有这个关系。咱来讲的小组。属经小组的核心是什么？小组毋是咱会当讲外口带破冰，咱外口敬拜，外口唱歌，外口讲上帝话来分享真济。小组的核心价值是活出上帝的听，活出上帝的听。整个小组核心就是听。伫小组内面，咱来彼此相听，彼此邀谢，彼此带导，彼此勉励。教咱教会有真侪小组，做甲真到位。探访啦，有人跋倒啦，有人陪伴，有人扶持啦，为足侪小组做甲真到位，看着真感动。总是。伫这个彼此的中间，彼此担当好，毋是咧替人解决所有的问题。彼此担当是爱咱的组员撑不过的时候，有人陪他走一段的路。咱每一礼拜
当牧师会主日的信息我一直甲恁分享这的信息的中间，需要有一个所在被接住、被消化、被实践、被活出来。迄个所在不是讲台，小组才是真实的群体。这个小组一定不是2礼拜长，小组确实真实的群体就是小组。主日礼拜咱知影是咱较知影讲，咱的主日礼拜听上帝的话，互咱知影生命的方向。但是小组互咱知影救恩的道路，有人同行。如果小组的信仰停留伫迄个咱的信仰停留伫呾知，无去甲实践，但是知无甲挖出来，那个是没有什么意义，嘛非常的可惜。咱讲的小组，伊不是额外的加添一个制度，而是神为我们预备，让信仰真正落地的地方，真正的落地的地方。所以主日礼拜，咱看到主日礼拜，真像是听，但是信仰的条件往往是发生在礼拜后的日常的生活。但咱礼拜后结束咱是不是还有关系？咱是不是去活里听内底？今仔日的教会普遍一个现象，需要陪伴人的需要被陪伴真济，但是真正人陪伴人的人，确实无济。上帝是听，神是爱，咱来彼此相听。把世间的人带来到上帝面前，成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毋茫甲人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有归属的小组，生命才会慢慢行往成熟，行往水的教会。来欢迎兄弟姊妹做伙来参加第3区的门户小组。你甲看，宝儿姐92岁。眼睛没有什么看见，耳朵没有什么听见，但是伊嘛真欢喜来参加。这个小组是92岁到50岁，50，这range真大啦。你若50到92，拢会使来参加门户小组来温柔小组，这组较少年，到80几岁，就是50岁到80几岁，来参加。这是你。主义长老因遐做家庭礼拜，来参加温柔小组，过来芥菜种小组，这个较少年，这个是是有新长老来了后有较老一丝嘛，这叫做芥菜种小组毋茫咱会当来参加这个台山区这个小组，阮的聚会时间呢？就是下早10点半到11点半的时间，下面要见证会我有邀请有门户小组的曾圣姐，伊嘛是一个台语老师，搁一个黄茂弟兄搁来是苏辉长老，等下一一的为我们来做他生命的见证，请。咱派袍来欢迎。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我是第3区蒙福小组，我叫做李吴丁成。哪会遮长的名？无法度，较早爱去用读姓。我今仔日要来做见证，要来荣耀咱的主。伫迄个诗篇有记载，伊讲咱爱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的慈爱永远存在。敢若伊有法度行大神业，创造万有，公义慈爱。只要咱若听调咧，伊的爱永远甲咱伫咧。人生无迄落一帆风顺，你若是拄着困难。
就若像拄着大风涌，毋免惊，只要咱听调咱的主，咱拢会得到平安。我伫迄个今年的2月13，拄着2摆的灾厄，毋是哦，是2摆的恩典。迄个我会去收水啦。11点外的时，我要转来，迄天的涂骹澹漉漉。我行出来下拄边要来穿鞋的时，拄踏第一步出来，我就规个人杵落去啊，倒向遐。像一个吼，好佳哉，我有迄个习惯，我若要出门，安全帽仔一定先戴掉咧。我安全帽仔戴好，才要出来穿鞋啊。拄出来踏落厝落的时吼，就转落去啊，双手倒向遐。我一骹挂40年的月权，就安尼转做30。你想看这有食力无？你若一般的人哦，无通遐好啦。好在咱的上主吼，出手甲我扶咧呢。那无你甲想，我读壳嘛好好，我嘛无歹去，吼。我的买冬骨、买水嘛好好，你看我伫行，拢无各样。这是毋是主的恩典？咱是毋是爱荣耀主？多谢多谢。我报咧迄时阵吼，看到的人，大家都哀一声，足大声。迄个伫遐柜台现场看到安尼，赶紧就活来要甲我牵。我想讲吼，我是老人诶，我跋倒诶，我爱家己试看觅，看我爬会起来无？我就甲伊讲毋免，我家己要慢慢起来。所以我就吼，即支倒手吼，已经摔断手拳咯。我阁慢慢用倒手挺起来，挺起来了，我阁一步一步慢慢行，因才来甲我牵去椅仔坐。结果坐咧，看我有倒位有问题无？因要叫救护车，我讲毋免，我家己会行来到遮，就是无代志啊。吼，尾啊手撸一空，伊甲我迄个消毒水消毒了。我就甲讲，我坚持讲毋免，我无要叫救护车。哦，我就家己买啊，坐一时啊，坐，我就迄个电动车，搁徛我骑电动车啦。我无原在伫咧吼，电动车徛咧，就要转来。我为中山路徛转来到民生路迄个交车点的所在，恁知影拄一间五肉店吼，遐拄红灯，我停落来。停落来吼，我足守规矩的哦。停落来，我就等青灯才要开始行。结果伫我的边仔有一台轿车啦，迄台轿车拍方向灯，倒弯的方向灯。我心肝想讲啊，这套动啊，我怎啊对伊安尼顺伊安尼挖过来就无代志啊，无疑误，无拍算。迄台车我一半煞扭直线啦，啊直线我已经挖过倒手边，我一半呢。当要安怎？头前青灯的线，直线的车怎啊撞我来？一个少年啊，就为我的电动车怎啊甲我弄落去？弄一个吼，迄个少年啊有食力无？倒落去哀哀叫，伊正手的肩胛头即个骨头逼去。我咧，我干那迄个车弄落，我人稳落去伫遐。我看伊伫遐倒，我想讲啊，即声我害啊，我可能爬袂起来啊。结果我嘛是家己慢慢安尼挺起来了吼，骹片帘正骹的骹片帘愈一丝则长，哦，我就抢来迄个五肉店的迄个边仔遐坐，等下一时啊，救护车2台来啊。救护车来是迄个少年仔吼，就先互伊载去啊。救护人员活来，真亲切。阿嬷，你有安怎无？我讲无呢，我干那只撸一空。你头壳会疼无？袂呢。你无你徛起来，我看觅咧。我就徛起来。伊讲你骹害害咧，我就害害咧，害害咧。你手害害咧，我手就甲害害咧，吼！你头摇看觅，我嘛甲摇啊。结果吼，
伊嘛感觉我无啥物代志啦。毋过伊甲我讲，啊，你坐咧，我即空甲你消毒一下，吼。啊，小等下我甲你送来去病院。我讲毋免啦，我都无代志，吼。啊，警察就活来啊，叫我分风啦。我分啊，惊到都分袂起来。伊讲阿嬷，俺无够力，搁分，分几啊摆啦。讲要分看我有啉酒无啦，吼。搁来讲啊，你有炸手机啊无？你有看手机啊无？伊毋是讲炸手机，讲啊，你有看手机啊无？我讲无啦，我手机啊含炸出来都无，我要看手机啊。啊无你哪会我对遮过？我甲讲吼，迄台轿车吼，叫我着爱我对我倒手边啦，无想着讲伊怎啊行直线啦，所以我才会越过违规啦。伊讲啊，你爱较细致咧啦。我讲我知啦，我会晓细致啦。吼，尾啊，伊迄个我的电动车，伊甲我牵起来了吼。我就问伊讲啊，我这台车敢要徛一？伊讲应该是要会啦。我讲安尼我无爱去病院，我要家己骑车转去。伊讲啊，你敢有法度？我讲我试看觅咧。伊怎啊甲我牵过青红灯迄个路边，我怎啊为对伊后壁行？我顺迄个民生路，阮兜住伫圣保罗这边遮，我就顺民生路安尼转来。哪行的时，感觉我这个车头前哭，我就想讲啊，迄个车壳破去啦，甲迄个照后镜破一边啊。我就安尼牵去奥多仔店修理，人哦，原在搁用行转来。迄个哪行的时阵，哪想，这若毋是主的恩典，我今仔日头壳无震动，骹也无长，手也无长。这是毋是爱荣耀主，对吧？所以我的朋友逐个若捌我的人，拢讲：哎哟，真胜你实在有够好运的。我讲无毋对，我今仔好运是因为我信主，我听条主，所以吼，伊随时拢会甲我照顾。今仔我这个见证吼，就是要来荣耀主。你讲若一般的人，若是挡着买水，今仔日敢有法度徛伫遮做见证？啊，若是骹手有问题，我敢有通遮平安？你看，我是80外岁的老人呢，弄着这2摆呢。大家拢讲啊，你拄着这个灾厄，我讲毋是啦，迄是我的恩典啦。上主要保护我，互我要来见证的恩典，我要来荣耀上主啦。哦，我的见证就到这，多谢大家。牧师，我大家平安。我是伫遮来做见证，所以首先我先感谢迄个我的小组长吼，一心伊予我这个机会。啊，更加爱感谢的就是上帝甲主耶稣，哦，因为伊会看顾甲保守，哦，我身体，哦，有一寡改变。哦，啊，目前我伫个今年的7月初6，哦，来受洗礼，到今日拄啊10个月，搁4天。啊，伫个受洗礼进前哦，我的胃肠哦，就一直无好。啊，迄时阵逐工就咧想讲，啊，我到底胃肠无好，啊，要食啥？啊，咩啊食？啊，逐工就咧忧愁这，毋知咩啊处理。啊，洗礼了后，哦，因为除了礼拜来到主日来敬拜以外，哦，正式参加阮的小组。哦，啊，小组除了小组长，还佫兄弟姊妹，哦，伊会带领，哦。啊，佮教导，还佫有一寡建议，
有大道，所以我伫个即部分中，把学着，我名去交托，把一切拢交托给上帝，主耶稣。过来就是有继续去看医生，食药啊。伫个圣经内底，马太福音第6章31-16讲，咱毋免为着要食啥，伫个担忧，要食啥物，要啉啥，要穿啥，因为这都伫个咱日常当中，拢会感觉讲，因为我逐工拢会烦恼啥物，烦恼这烦恼其他的代志。其实一切咱拢交托上帝，交托主耶稣，咱就会使免烦恼讲要食啥，要啉啥。到目前，虽然讲无完全，还未完全好起来，毋过尚无，我无继续瘦，而且我到即马，我已经有肥5公斤转来。这是上帝主耶稣。互我真大的恩典，伫遮甲大家分享。第二个就是我的骹，我骹两只骹其实，骹枕头的骹盘遐会拔，真惨，差不多半年前，我行路，伫行路的时阵感觉无自在，小可敢动，有当时会感觉敢。会跋倒的现象。即部分我伫个平常时除了运动，还有食一寡保健的食品，另外就是逐工拢有祈祷。相信上帝会带领。另外就是伫个圣经内底，伫个撒母耳记下第22章37节有讲，你使我的道路，是平快的，袂得骨倒。所以我相信讲，咱主要将一切拢交托予上主，伊会带领着我。会将这，使我一切拢会使平顺平安。咱嘛伫个近来，这应该差不多，为顶年我正是伫个圣经讲读，开始到即马，伫个歌罗西书第1章18节有讲，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躯。所以咱伫个爱甲咱的基督，互咱的平安。咱甲咱所有的拢互掌权，拢交托互伊。每一工，咱爱带着感恩的心，每一工有感恩的心。第二是，咱爱将迄个上帝抑个主耶稣的话，甲记在心内。有圣灵的带领，互咱伫个日常生活当中，拢会使伫个生活当中来带领着咱行出来，做任何代志。咱的思想爱受着讲，身躯甲头壳本来就是相连的，爱思想着即部分。伫个箴言第17章第12节。讲着讲，喜乐是良药。所以咱已经
一定要会记得，逐工拢爱过着喜乐甲平安的心，来活出着生活做好的见证。伫遮感谢以上。牧师各位兄弟来暗安哦，伫遮头前两个曾圣杰甲即个黄茂兄因的即个见证实在是讲了足好诶。即个今仔日即个见证诶分享，就是咱做一个即个基督徒咱应该就是爱勇敢，将咱所得到的各种的恩惠来即个分享互人，就因为安尼，咱才有法度将福音来甲讲传，对咱家己来做起。用暗即个区长聚会长老伊咧讲诶，小组我是想了，咱小组就是即个，因为教会诶一个即个单位教会是主耶稣诶身躯，所以咱小组就是迄个细胞咱即个细胞，咱实在是真智慧些，不过无咱拢袂用一啦，咱若是有得到恩典，咱就要勇敢来做分享。本地这个小组长端龙就是伊安尼讲6月10号是阮第3小区第3区温柔小组的这个分享，所以叫我来分享。我是想想唔知要分享啥，因为我认为我这一生要得到主的这个引带伊的恩典是满满无论是拄着艰难的时，也是顺的时，嘛是同款一直较紧拢有主的这个看顾保护，实在是真正感谢主。这个我用暗要讲的是这个就是讲，我伫这个等于半年前啦，伫顶年7月份，这个7月较紧嘛，已经要归年啦，毋是半年前算讲我的厝因为老所以需要整修，就因为认为讲无整修嘛毋好，就来甲整修。伫即个中间呢，我就当然将这项事咱就祈祷到上帝，因为要整修一间厝，嘛毋是讲做一撮钱就会当整修，需要开一笔钱。不过真正即个感谢主，因为上帝伊拢知影，伊就原来替我备办所需要的这个经验，我会当伫即个半年中间安尼真顺利将厝甲整修好势，而且啦就爱将即个恩典感谢主。伫即个当中，拄我起头开始无意外，即个天父上帝伊的赏赐互我一个即个真意外的即个恩典就是阮两个
囝儿哈，啊，伫即个我拄开始厝叮当了后，就开始有即个迄落现象出来。迄落真侪人已经拢知吼，就是讲阮两个囝儿本来因拢无想要结婚啦，因为年纪咧嘛已经拢真正无细啊，已经拢是迄落算讲壮年人过去哦，实在是吼，我嘛就因即个适婚年龄的时，我就甲上帝迄落求祷，我定定安尼祈祷，我家己祈祷咧，即个就是讲，迄落今仔营暗即个区长几位长老伊有读的一段圣经，就是讲伊这是伫咧讲咱小组爱逐个人两个人迄落来总比一个人较好我就是将即个迄落甲上帝求祷，毋望阮两个囝儿毋通拢个人生活啦应该求天父上帝会当来甲因陪伴，所以安尼祈祷久久。无意外，伫顶年迄落顶长会先甲我讲呢，讲说他想要那个跟那个小慧想要跟他求婚了。我一听到我马上就赞成马上就赞成。搁较迄落就是搁过差不多1个月尔这个这个惠珍的这个算讲这个产妇啦这个就甲惠珍讲，迄落是毋是会当迄落甲这个恁伊有一个朋友嘛是基督徒是毋是会当介绍互阮后生？就安尼将这个惠珍就讲好基督徒嘛但是迄当中以前的介绍完足侪人介绍过，但是拢没有回音啦加硕伊给我的答案就是那个结婚很麻烦所以还是要跟他介绍，所以就甲伊介绍无意外上帝做工哇这个福音真的来电了这是真正是真正使人迄落意外不过圣经内底就迄落甲咱讲，咱迄落算讲咱甲上帝天父上帝来甲求讨迄落伊所修饰的是这个毋是讲做咱求啥干那啥尔，伊是互咱超越咱所求的所以这个整个我长话短说这个怎样呢？两个那个既然有这种意愿打铁趁热所以就迄落前迄落今年的3月21号互因做伙让咱教会来举行这个结婚典礼。伫遮呢我要甲这项件事拢迄落摆咧伫主的面前献上感谢将这个迄落恩典呢迄落真正大来感谢咱的主伊互我的这个本来是超出我所求的这个伫遮
嘛会当将这个主的恩典，来利用这个机会来这个甲大家报告。另外，我是要讲一个第3礼拜节，这迄落亲像这个真圣节，伊安尼车祸滑倒身躯受伤。我是第3礼拜节，我拄出门翘倒摆出去，无偌远，拄伫阮迄个附近，这个建国路伫遐尔，拄爬去尔。那一个人我翘倒摆，对迄落一个欧巴桑伊真对另外一边翘倒摆真冲过来就真甲我弄落去，哇2台欧倒摆拢倒啊！但是要感谢主迄落天父上帝，伊拢安尼甲咱迄落扶持算讲都是皮肉伤啦这个对方呢嘛无讲啥物大的问题这个原来有叫这个110但是因为这实在是我做了一个不好的示范就是讲这个已经报案啦，但是看无讲介大的这个问题，我就真伫遐咧等的时，就看伊嘛无啥问题，我就甲提议讲，无咱全拢个人负责就好结果伊就讲好咧，因为是伊来甲我弄的，伊就讲好咧，好安尼就好因为我认为讲，咱一个基督徒，咱无需要为了这小代志伫咧甲伊阁有真济咯。既然两个人无啥物大的问题安尼就算了。其实安尼是一个错误伫遮我也要甲天父上帝讲，我做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但是我要感谢主，因为我安尼就随转去，因为倒伫我厝的迄落附近尔，我就随转去。哇靠脚一个并起来看，因为去讲啦并起来看，哇整一粒那像用要受地两安尼毋过感谢主，骨头并无讲有安怎转去，还是安怎所以迄落真安尼较紧这个皮肉迄落路透起这骹即马嘛已经好真多迄个红丸虽然也未讲完全消，但是无啥物问题这个伫遮呢嘛是爱感谢主，这拢是主的恩典迄落伫遮我听到这个迄落真圣节，他的这种说这些都不是什么我们的灾难啦，都是恩典伫遮好，我感谢，谢谢我加讲两句我感谢爸爸一直为阮咧祈祷感谢上帝，听阮爸爸祈祷给我一个真好的水某今仔感谢。咱真欢喜看到台山区三个生命的故事，咱看见真圣节伊的意外，上帝怎样来解救伊看见上帝恩典，王茂祥的身躯的胃肠脚，上帝怎样保守伊哪来哪健康听去主义长老伊为着伊的囡仔来祈祷，虽然伊伫小组定定细细念，总是上帝嘛是听伊的祈祷咱伫即个所在，咱做伙来为着台山区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
因为你的稳定加慈爱，阮今仔日伫这个祈祷会中间，听见真圣节黄茂兄以及主位中的三位所分享的生命的故事，听见伊的因身躯的作为，阮满心感谢。主啊，求你继续保守因，愿你的稳定常常甲因伫着，使因身心灵健康。啊，求你将这美好的见证加做正人的祝福。有较侪人来经历你的大能，我来咧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性命来求，阿门。那我们从座位上起立，我们一起来再次用首歌来回应我们的祷告。我献上我生命给你，我来到你圣洁之地，献上我的生命，成为馨香火祭，用新生命充满我心，渴望新鲜恩膏降临，在你心意恩洁祷告，清楚听你声音，使我成为祷告点，使我成为祷告点，圣洁祷告地点，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使我成为祷告点，圣洁祷告地点，让各方各族都聚集，来敬拜寻求你。请坐，谢谢。咱来为着台山区的集体来祈祷。啊，阮为着门户小组纯秀的姐妹的关顾、疼痛难耐，看真侪医生，也阁找不出原因，求主你来怜悯伊哋，早日来恢复健康。第二，咱来为了陈宝娥姐妹，伊的目睭、的眼睛甲白内障会当得到医治。温柔小组的陈新柱弟兄的帕金森氏症，食药啊，有六角戆的头的现象，求主来帮咱，早日来度过无啥适应的这个症状。第二，要为着光荣弟兄的肾结石手术后的复原，求主来医治，早日恢复健康。也要为了这菜中小组，热心长老伫泰国的事业会结算，有属天的智慧，甲带领，予伊会当真紧离国泰国的事业，会当紧紧来结算。啊，求主你也保守伊的身躯，以及白内障的治疗，啊，相信有勇气甲智慧，加添伊的力量。第二，我也要为着伊们老姐妹伊的腰、椎间盘的压迫，啊，求主你来医治。第三，也要心灵姐妹你灵的平静、安稳甲睡眠的品质，求主你来祝福妈妈。咱做伙开声来祈祷。主耶稣，做孩子来到你面前，我们小组。创造万灭主，你也是阮患难中病痛中及时的帮助。我来为着阮今仔日
这台山区这基地来祈祷来到你的面前，我若要为着小的姐妹，一个宝儿姐，一个新主兄、光荣弟兄，一个刘兄弟了，一个玉梅老姐妹，心里因来祈祷。主啊，你知影因的病痛，求你的神来伸出慈悲的手来医治因，减去因的痛痛，求你也使平安甲顺服的心，互因心无搁烦恼，充满你的痛甲毋茫。我若求你看顾医生甲护士人员，使因智慧，找出上介好的医疗的方法，互因早日恢复健康。恳求圣灵亲自来安慰因的灵魂，保守身心灵拢得到勇健。感谢听阮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再次来敬拜我们的神。燃烧我们的心，让心中彻底带着祷告，宣告盼望，靠主耶稣生命，清楚真理，独不难出圣洁火焰，圣洁的敬拜，爱主的敬拜，勇敢迈出福音的脚步，向世界宣告，黑夜变荣耀日，全要跳舞，瞎眼的看见，指引着地图，复兴要来临，不畏惧，不畏惧，黑暗权势，建立于救恩磐石，齐声响，全体宣告主的大能再次救不畏惧黑暗的权势，不畏惧黑暗权势，建立于救恩磐石，齐声响，全地宣告主的大能和救恩，敬拜。圣洁的敬拜，爱主的敬拜，勇敢迈出福音的脚步，向世界宣告，黑夜变荣耀日，全要跳舞，瞎眼的看见，接近这地图，复兴要来临。感谢主啊，咱拍破啊，将这一切平安归有上帝。咱嘛拍破啊，今日有3位，就是曾圣杰、范茂兄甲主会长老因的见证分享。咱嘛拍破啊来感谢因的见证。咱嘛多谢台山区这个区长指挥长老伊的服侍咱嘛感谢主。咱真久我感觉我来等来2年真久这个无基督会对头到尾拢听台语安尼今日有这个机会互我好像想到以前亲的牧师逐礼拜基督会拢听台语安尼不过真好，咱有这个机会所以咱嘛甲你隔壁讲咱爱继续用台语来敬拜上帝，爱继续用台语来敬拜上帝，用台语来服侍大家拢听有无？听有尼咱最后要结束的时阵咱用迄个台语的主祷文咱做伙来祈祷。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信，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伫日市，
就救阮脱离你的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妹。我一摆拍破将一切因根归于上帝，哈利路亚。阿妹。咱彼此亲安，后要台山区要迄一个团体上吼，啊，请小等祈祷了，好，台山区来做伙来迄。